在光华路中，幼保4家乐舞社热情的舞蹈表演，为伫台南后火车站的大湾东百货推出今年母亲节的档期，将对4月14到5月10号登场。除了满千送100，另外前5天还有会员单笔满6000送250块的抵用券。母亲节即将到了，那台湾大圆百这次也推出非常多的优惠。我们母亲节档期是从4月14日到5月10号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百货公司消费满5000会送500，那我们大家店会1万送1000。那我们目前非常喜欢的3C产品，我们也推出1万送500的活动。那还有银行卡的，还有来店礼，我想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优惠。那尤其我们台湾大圆百在首5日，也就是4月14到这个18。从前5天，我们每天有200名推出，只要凭 Happy Go 卡消费满6000元，我们都加送250元的一个那个抵用券。这抵用券里面会有150块的十足抵用券，以及100块的餐饮券。当然，这也是市场上目前来看的是最优惠的一个活动。除了百货服装，另外陪妈妈吃饭嘛是袂歹的选择。卖这餐厅专柜嘛推出4个人的套餐。百货业者表示，母亲节的档期，就是要回馈上爱的妈妈，甲犒赏家己的上好时机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